環市西路廣園西路口。下一站係環市西路廣園西路口。The next stop is 環市西路廣園西路 entrance。倡导文明出行，請排隊乘車。广园西路口到了，下車請注意安全。環市西路廣園西路口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This stop is 環市西路廣園西路 entrance。下車請注意來往電動自行車。落車請注意來往電動單車。請入行在電動自行車與電池電瓶停車。强国文明城市，奉献和谐友爱之本，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。谢谢，请乘客坐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草馆公园。下一站係草原公園。The next stop is 草館公園。前方即將到達站點，附近有廣州市愛國主題教育基地、廣州市人民防風宣傳教育館。
全。草原公園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This stop is 草暖号。下車請注意來往電動自行車。落車請注意來往電動單車。請勿攜帶電動自行車與電池、電瓶乘車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共建和谐友爱车厢。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。谢谢，请乘客做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解放北路南兔王博物館。下一站係解放北路南越王博物館。The next stop is 解放北路 Museum of Nanyue King of Western Han Dynasty。前方即将到達站點，附近有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、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區。请勿携带电动自行车与电池、电瓶乘车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共建和谐友爱车厢。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。谢谢。请乘客做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盘福路。下一站係盤福路。The next stop is 盤福路。
请注意安全。回福路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This stop is 韩福路，下车请注意来往电动自行车。落車請注意來往電動單車。請勿攜帶電動自行車與電池對行停車。全国文明城市，重点和谐友爱之家，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。谢谢，请乘客坐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中山纪念堂市总工会。下一站係中山紀念堂市總工會。The next stop is前方即将到达站点，附近有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广州中山纪念堂。吉祥路到了，下车請注意安全。吉祥路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This stop is 吉祥路，
下车请注意改往电动自行车。落車請注意來往電動單車。請勿攜帶電動自行車與電池，屆時停車。全国文明城市，共建和谐友爱车厢，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，谢谢。请乘客坐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公園前。下一站係公園前。The next stop is 公園前。前到了，下車請注意安全。公園前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This stop is 公園前，下車請注意來往電動自行車。落車請注意來往電動單車。請勿攜帶電動自行車與電池，屆時停車。全国文明城市，共建和谐友爱车厢，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，谢谢。请乘客坐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中山五路。下一站係中山五路。The next stop is 中山五路，前方即将到達站點，附近有廣州市愛國主題教育基地創意考察。这个刀。这个右边这个背心轮右边。是右边，对，右边。右边。
下车请注意安全。中山路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Next stop is 中山路，下车请注意来往电动自行车。落車請注意來往電動單車。这个請勿駛在電動自行車裏面，或者行車。创建强国文明城市，构建和谐友爱车厢。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用外放声音。谢谢。请乘客坐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文德路。下一站係文德路。The next stop is 文德路。
到了，下车请注意安全。文德路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This stop is 文德路，下车请注意来往电动自行车。落車請注意來往電動單車。請勿携帶電動自行車與電池、電瓶上車。创建强国文明城市，构建和谐友爱车厢。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，谢谢。请乘客坐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万福路。下一站係萬福路。The next stop is 萬福路。萬福路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This stop is 萬福路，下車請注意來往電動自行車。落車請注意來往電動單車。請勿攜帶電動自行車與電池、電瓶上車。这次来差不多是客户刷脸也是一个这个要不要来刷？那好，我学一下。我主要提那个创建强国文明城市，构建和谐友爱车厢。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。请乘客坐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万福东。下一站係萬福東。The next stop is 万福路一，倡导文明出行，请排队乘车。我感觉还行啊，不过我感觉也没有很记得吧。不是，我们就是要清楚要每一天要去干什么，然后那一天可以突然变换时间。
有一个行程，就比如要去一个地方，之后的安排可以再赶说，再赶。对，但是比如说你今天要去拍，像是你一定要跟我说今天去拍照，然后比如说今天是要去哪里吃饭，就定好今天去哪里吃饭。对啊，我也是这种。对啊。然后总之你要变再变。但是我对这种车的，我也不会知道什么怎么放弃。我不会，他那种。我遇上的，咱们俩冲动点比较好。啊，上火车。然后反而也是像赶到那里。差不多，我也上了1小时，然后差不多半个小时。差不多。天啊，我感觉，哎，我现在有点。萬福東到啦，落車請注意安全。问路地，下车请注意来往电动自行车。有车请注意来往电动单车。请勿携带电动自行车与电池停车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共建和谐友爱车厢。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使用电子设备时，请勿外放声音。谢谢，请乘客坐好扶稳，注意安全。下一站是